夫是钱是欠他的。我是欠他的。你们不知，当年在楚宫，我与王后的情分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也该回去了。出来这么久，也不知道继儿怎么样了。回吧，我也乏了。公孙衍已被5国败下，诸国都在调兵遣将，筹措粮草。一旦大军压境，戰局將對我大秦十分不利。 6國聯軍，公孫衍掌5國相印，看起來嚇人，哈哈。只要我們應對恰當，他們終究是一盤散沙，攥不成拳頭，不足為患。何以見得？齊王雖說是四處張揚鼓動，但並沒有真正派兵加入。燕國與我秦國，既有聯姻之意，又無利害之爭，不會真心為敵。 楚王、魏王一向自大，必定為爭當盟主陷入不和。公孫衍雖為5國之相，但哪一國的國君又願意拱手將自己的權力交給他呢？這不是一盤散沙是什麼？只要我們集中兵力，狠打出頭的，打退一國，其他各國必定爭相逃命，不積自愧。對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說的是有道理。長子此話有理，但這場仗。 無論如何是要準備打的。寡人眼下不僅僅是擔憂北面的諸國聯軍，還有西邊的義渠人。公孫衍和義渠早有來往，以他的謀略，不會不打義渠的主意。大王不妨派人去義渠好生安撫，免得他們心生意念，使我們腹背受敵。據報，義渠王很快就要大婚。 寡人正打算派公子華出使祝賀，但想他年輕氣盛，還需要一個穩妥之人主事。長子，你與公子華一同去一趟草原，如何？張儀定當不辱使命。好。你去给我捡回。哦。 当弟弟，你的球。当弟弟，你玩累了吧？吃块糕吧。呸！什么破糕，这么难吃，我才不吃呢。當兒，母後，告訴母後，怎麼了？ 我想吃枣泥糕，不是這個。壮哥哥拿一些壞糕來騙我。母後也想吃棗泥糕，可那棗泥糕是玳瑁姑姑做的，但她不在了。母後帶我去找她。她走得太快，趕不上了。我就要棗泥糕。公子，公子，外面的園子裡有好多會叫的蟲子，姑姑帶2位公子去捉蛐蛐好嗎？ 我不要蛐蛐，我要大個的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們就捉個大個的蝈蝈。好，走。走。王後，珊瑚，你會做棗泥糕嗎？會是會，但是沒有玳瑁姑姑做的好吃。姑姑給我留的那個匣子放哪兒了？我好好收着呢。 拿出來，我要看一看。是。這麼毒的日頭，不讓你出來，你偏要出來。我這陣子好多了，能吃也能動了。再說，要不是姑姑提起來，說這園子裡的紫蘇長得正茂盛，我還想不起來這事兒呢。以你如今的身份，做事情哪容得着你親自動手？ 何況生完繼兒這才多長時間？人家坐月子也就1個月，你們算算，把我關在宮裡多久了？女醫志說了，你的身子要經過4季才能調養得過來呢。春夏秋冬要1年，是這話。
子有理了，让姐姐笑话了。姐姐没有笑话妹妹，只是觉得妹妹爽直，竟也不知道心疼自己。芈月自小也惯了，由着性子做事，身上从没有一处不妥的。将我关起来，什么病都来了。出来走走也就罢了，怎么还弄得一手泥污？姐姐不知，这是消暑神仙草，是宝贝呢。哦，这野草如何个宝贝法？这草叫紫苏。以前在楚宫，每年大暑前后，葵姑姑就会带着我在园子里采集紫蘇的嫩葉，或鲜食，或做湯，既可口又開胃。真的啊？這東西竟這麼好，那妹妹可是幫了我大忙了啊！妹妹不知，通人的孩子自幼體弱多病，到了夏日又特別不肯吃東西。這紫蘇竟這般好，我也採些回去，照着妹妹的法子做起來。來，你也幫我一起。是。珊瑚，去跟膳房說，他們做的膳食一點也不合小公子胃口，讓他們重做。是。你也是的，帶當兒去園子裡捉蟈蟈，一去就是2個時辰。當兒回來只喊頭疼胸悶，一口東西也不肯吃。小公子的脾氣，王后也是知道的。奴婢幾次喊他回來，他都不聽勸。當兒才4歲，他知道什麼？我讓你跟着他，你是廢物嗎？奴婢知錯了，王后恕罪。王后，什麼事？芈八子來了。他來做什麼？你還跪着？讓他進來吧。是。王后，妹妹身子還沒好利落，不必多禮，快起來吧。妹妹請坐。姐姐還沒有用膳嗎？哦，這幾日天太熱，一看到膳食就沒有胃口。今日連當兒也不好好吃飯。這不，我在跟身邊的人生氣。跟他們生氣有什麼用？宮裡頭人人都喊熱，聽有相令說，每日的兵還都不夠分呢。再不夠分，也不會虧了妹妹的吧？看姐姐說的。我的心思是，得用些別的法子。今日我和葵姑他們在園子裡採了